中间要接受洗礼，真做咱富强教会共一家人，领受上帝的祝福。咱来甲隔壁请安，就讲大港节快乐，好无？来甲大家请安。咱大声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赏赐阮这个福气，3到5分组织伫遮，亲像早时先知在参与，对以色列甲犹太人应允的祝福要实现。这祝福毋只干那是以色列甲犹太人，是所有的人类，因为主耶稣的降生，要领受这款天顶所赏赐的救恩。凡也归向主的人，阮就要领受这个福气。阮今仔日也要用圣餐来证明阮甲这个救恩有份。愿主你也通过你的话，成做阮的快乐甲帮助。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今仔日伫这个圣餐以前，咱用2段圣经节彼此来学习甲勉励。头一段是耶利米书33章14节到16节。这段经文呢，伊是咧讲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咧讲，上主家己讲的哦，讲时日要到。他这个时日就是真有学问啦吼。时甲日到底什么时阵唔知，总是呢，主对以色列甲犹太人应允讲是祝福要实现。实现什么呢？伊讲伫遐个时日，我要互大笔的世系发一支公义的旗啦。意思是要对大笔的这个世代传统有一个公义的旗。伊嘛无证明讲公义的旗是什么。总是这个预言有时毋是讲安尼足仔细的就对啦吼，安尼巨细靡遗一字，毋是，是一个条头。伊讲这个公义的基要伫这个土地施行公平甲正义，讲执政要互犹大得救，耶路撒冷会安居乐业，人会甲伊叫做上主是阮的公义。咱知影耶利米的时代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亡国的时代，嘛是一个受苦的时代。所以对于这款赢子这个拯救，赢子公义的基，赢子这个耶路撒冷会当安居乐业，对于迄个时代的人是足切身的就对啦吼，迄个足切身，因迄就是因的命运嘛。也毋过这个预言有一个更较大的祝福，毋只个人是耶利米这款宣告对以色列人的意义，是因为后来才发现讲，这个公义的基是抬杠这个记号，是耶稣基督弥赛亚降落施恩的故事。他这个连结吼，当然是后壁咱领受到这款的救恩，咱才把迄个代志找明白就对啦吼。毋只个单纯讲这个以色列国因灭亡，要搁重新得救，安尼那定，是真正是一个心灵的得救，是一个心灵王国，咱属灵的国，耶稣基督要掌权。这段经文就是咧分享着讲，今仔日咱有30位的兄弟受洗归入教会。他原来因可能甲教会有长甲短的关系，毋知，但是现在今仔日要入来伫教会中间，因的身份是大改变的。这段经文甲咱讲了非常的清楚。我等下要直接用这个大纲来甲咱学习吼，安尼时间较节省啦。耶利米书33章的所在记载讲时候要到，时候人的时候、你的时候、我的时候无一定哦。但是先知的预言是一个安尼一直要实现的。讲迄个诺言。上帝诺言未安尼凊彩拍折，凊彩怎取消去？这是这段耶利米书，咱对遮有读过吼。咱有几段的提醒。先知耶利米宣告讲，上主对以色列甲犹太人犹太人因的应允是祝福要实现，是祝福的，毋是咒诅，毋是刑罚的，是要祝福。所以咱基督徒咧领受这个抬杠节，也同款这个意思味啦。这祝福要临到我，而且是要实现的。过来是圣经记载讲，伫迄时上主要为大笔兴起正义的基，伊要伫这片土地以公平正义来统治这个国。
过来是应允的实现。伊讲第一就是这个基啦，统治的下面，犹大的人民要安居乐业，耶路撒冷的人要享受太平。啊，这个城要称作上主咱的正义，意思是伫咱这个大笔的基的掌管的下面，国家要恢复太平、繁荣、平安，啊，无搁再受苦，无搁再受掠。啊，即款的应允呢，伫即个太空节，诚做一个真水的属灵的结连吼。因为对伫亚利米的即款的预言吼，犹太人一直咧期待呢，期待讲啊，即个基出来未？伫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嘛是讲啊，出世伫大笔的家，啊，迄个人是伫倒位安尼咧操作，啊，所以当时希律王咧主动嘛，主动讲哇，啊，即个王若降生吼，啊，我的王位就无保啊呢，啊，所以伫遐一直咧搅扰，一直咧屠杀吼，啊，到后来，当耶稣咧宣告上帝国讲。但迄个恁所应允的，啊，恁所领受的应允，啊，恁所听的预言，啊，是我要来实现，人嘛较拒绝。所以咱知耶稣伫伊传福音的过程，啊，犹太人拢甲伊拒绝。只个伊学生，啊，甲少少的人，甚至后来就是行各各他的道路，就是受死受苦。啊，所以迄个期待啊，甲应允的差距吼是遐尼大。所以人的软弱，人的有限，实在是伫即件事会当看见。所以人类历史中上重要的听候是甚物呢？就是要听候弥赛亚来临啦，要来救赎世间人。犹太人因咧仰望，啊，当时东方的博士，伊要找即个启明星呢，啊，来最远的路来要调去，但是当地的人无在意，迄也真讽刺啦吼。东方的博士安尼对远的路啊。徛骆驼，啊，搁摕黄金，啊，才会物料，才会布米，啊，要来奉献。啊，不过在地人讲啊，不在意，不在意。啊，人常常伫家己的范围内底，煞有一种的盲点，啊，无法度人接受。啊，所以人类历史中，在听候弥赛亚的降临是一个足大、足大、上大的期待吼。因为犹太人，咱主要讲过，伊直听候弥赛亚来临，犹太国要得到拯救，啊，甲愿望。耶稣当时带这学生，以及当时追随伊的人，因嘛是拢有一个期待，讲哦，先知以赛亚、先知耶利米咧期待，啊，伫应允的，是毋是对这位啊？你敢会当带阮吼，啊来诚侪吼犹太的复国的一个英雄人物，像中国历代遐的君王安尼。啊，毋过伊的期待，啊，甲因的认定无共款。对于基督徒来讲，到今仔日咱知，弥赛亚已经来啊，但伊来毋是一个实质的啊有国土的王国，伊是一个整个人生命、心灵的王国，伊要掌管。迄是对军队永恒的生命的掌管，但是人往往较实际，也是讲较现实，是要看会到的王国。啊，这是迄款的差距，互咱感觉伊的差别遐尼大。啊，咱基督徒知影，先啊，咱基督徒咧庆祝耶稣降生，但是伫现在的犹太人的地，若毋是基督徒，因无咧庆祝，因毋知影，伊无感觉耶稣就是救世主。啊，迄差距遐尼大。啊，咱要来印证讲，咱所期待的是对，啊，你犹太人，啊，你无去认捌着、接纳着这位救世主咧。对基督徒来讲，弥赛已经来临，因为上帝已经准备好，要听候施恩予咱，就是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以赛亚30章第18节安尼记载：上主要咧听候要施恩予锡安，伊一定要起来怜悯恁。上主是公义的上帝，所有听候伊的人真有福气。啊，这段是用台语式的吼，啊，咱这个大纲内底是中文的，但是意思是同款。咱拢有一个误解啦，是咱咧听候，咱听候看会当得到拯救无？咱听候看会当紧紧有即个领受即款的
福气无。但是以赛亚讲，毋是你咧听候，是上帝咧听候。听候遐个欢喜归向伊的人，听候遐个人物救恩耶路撒冷的百姓，知影这位救世主已经来临。这位降生伫伯利恒的这位救主已经来啊！啊，伊要甲这个恩典、这个福气、这个礼物赏赐，但是犹古伫当时在地人毋知影，所以毋知伊圣经记载讲，上主犹伫听候啦，伫听候要施恩互锡安、互耶路撒冷，一定要起来怜悯恁。上主是公义的上帝，所有听候伊的人有福气，所以。上帝咧听候，包括遐个听候上帝，两个互相对应，互相对应。这段是要互咱今仔日有30位的兄弟加入咱的教会，互咱知影讲，咱要加入教会这款的听事，伊的源头是对耶稣基督的救恩来。耶稣要将这个恩典赏赐互锡安，要赏赐互你。你到底经过这个洗礼加入的教会，有甚物款的改变无？有甚物款重大的意义无？是咱第2段所要分享的。这个洗礼的圣典，今仔日咱要欢迎咱的新的加来的人加入咱第1场礼拜参加的洗礼较少位但是袂歹嘛，就3位就对啦3位第2场较济。不过这3位。恁今仔日参加这个洗礼，这礼式可能短短啊，但是请会记住，这个新的家人的意思是甚物咱今日要举行洗礼式因为这个洗礼的圣典是奉主的名，咱是奉主的名，毋是一个简单一个动作，是圣神的洗。这个真重要，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句恁是受圣神的洗。然后，你的身份会伫主的面前要受接纳，成做上帝的儿女。意思是，你我大家原来的身份，我是咧工作，我是一个老爸，是一个阿公，我是一个查某囝，这身份原来就伫咧。但是今仔日通过奉主的名，奉受圣神的洗的时阵，恁的身份就改变，因为恁是成做上帝的儿女啊。原来毋是原来是上帝创造的一个人但是你是真正成做家来一个人。现在讲成做一家人的缘由是伫倒位？就是伫罗马书8章14节到17节这段甲咱讲的。这段话真宝贵，伊讲凡那是互上帝灵引带的人，拢是上帝的儿女。安尼，迄个次序就来啊。今仔日要受洗加入教会，咱是奉主的名甲你洗礼。愿圣神亲自成做你的主，圣神就甲你引带入来到伫这个上帝的世系内底，上帝的国、上帝的家。咱地面上代表上帝的家就是教会嘛。所以第1场有3位，2位兄弟，1位姊妹，恁就是已经甲你的身份转变过来啊，成做上帝家来的人，你是上帝的子。咱知影讲，有时咱要成做某一个国家的人迄无遐简单嘞。咱知影讲进前川普伊受选做总统，伊头一个足重要的政策就是讲，要甲这非法的移民迄毋是敢若讲甲你小小甲你处理尔，伊是真正要甲你用军队的方式甲你规个带走了，因为感觉这个非法的移民真做美国人甲美国的遐经济，也是讲遐权力拢共摕了。但是因为美国伊较强大嘛，所以真侪人对墨西哥安尼撩迄个溪，要过来要偷渡就对啦真侪是中国人。现在因要真做美国人，无若走去非洲，偷走去非洲，你买无？偷走去迄个GDP 足低的国家，你买无？是因为这个国家有因所较无的所在嘛。所以迄
迄个身份是遐尼重要，无遐尼简单。所以即马听讲拢要互遣送转去啊！哇，足侪迄个非法的移民，足紧张，足紧张。那今仔日要食做上帝国的儿女，唔免偷渡嘛免看请什么有力的人士替你来灌输是用什么办法？你承认你的罪，你接受主耶稣基督。然后讲圣神甲你看印，洗礼就是一个圣神的看印，叫盖个章，然后你就是正式上帝国的百姓。这经节解释了真详细，伊讲上帝所赐的灵，唔是要来甲恁罗列就对啦。比如迄个白话字圣经是讲唔是要互恁倒转去做罗列啦。什么叫做罗列？咱原来有什么罗列，我都唔是啊，我都。伫台湾生活好，咱是罗列。伊咧讲的罗列是罪的罗列，互迄个歹所束缚，袂当偷放，袂当自由。所以圣神来，毋是干那互你即个身份称做上帝百姓是要甲你斩断迄个罗列迄条链就对啦，迄条铁链。讲圣神毋是要互你搁做罗列，也是讲伫咧行兄的中间，咱知影。受关受掠，也是受控制，是真艰苦的代志。伊讲是要互咱有上帝儿女的名分。圣神要互今仔日受洗的兄弟，你已经恢复你即个上帝囝儿的身份。伊搁一边讲讲照着圣神，意思是外表看起来也无啥差啦，但是圣神的同在，讲咱要开始对上帝呼叫，讲阿爸爸啊！这阿爸爸这个名安尼足亲切。咱人叫阿爸爸，迄毋是黑白叫的。因为咱台湾人有时这个阿爸这两字你都爱细字叫咧，无大家拢会甲你误会，也是讲会甲你讲安尼黑白叫，毋是随便叫的就对啦。这个身份，这个囝儿的身份是足宝贵、足重要的。圣经讲，当圣神临到你，圣神甲你膏抹、甲你看面，你就是甲上帝成做囝儿的身份。毋是罗列啊，毋是外边的人。咱有时感觉讲做囝也有啥物特别的？迄若拄着讲要继承迄个财产，你就知影讲做囝偌重要，对毋对？伊就是用即个咧，互咱用世间的事，互咱知影讲，你要做上帝的囝，迄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祝福咧。无像咱遐好野人带3、4个迄种的，迄囝儿大家相争要争取，讲我是伊的囝。四过要认老爸，迄度伊就想要得到利益啊，敢毋是？但是基督徒要认罪天顶的爸是，因为有圣神甲你做证，你愿意承认是讲主啊，我要迎接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伊搁一边甲咱提醒讲，上帝灵甲咱的灵做伙证实咱是上帝的儿女。即句话嘛，佫真有意思，又是属于灵的部分啦。咱肉体这个部分，迄毋是这个层次啦，是上帝灵甲你的心灵有结合。上帝讲你是我的囝，上帝要认你，你都无爱啊，安尼就无效啊。所以你的灵，你是家己讲是啦，主啊，你是我的爸。迄就亲像早前咱圣经路加福音咧记载迄放荡主的故事，对毋对？迄个老爸安尼。足温驯、足疼惜即个两个囝，迄细汉囝就搞怪啊！哎呀，做你的囝也无啥路用啊！有钱有势也无啥物通互我开安尼所以宁可叫老爸要分财产互伊，去外口飞累，去车花，结果发现讲哇，伫老爸家实偌好的已经一文不名已经所有的倾家荡产伊才想讲我转来做我老爸的路财嘛，甘愿？你看差较济啦。大省是对囝的身份无任何的留恋、就爱要出去。当伊无的时阵，当伊受苦的时阵，当伊在甲猪相抢，遐食物的时阵，伊才知讲老爸家实有价值。毋过我转去毋敢，我宁可做奴才。伫老爸家做奴才嘛，较赢伫外口咧流浪安尼。你看，迄个差距遐尼大。咱基督徒的福分就是讲，当我的心拍开接受主，
就是我内面的灵，甲上帝的灵有对应。伊讲你就要证明你是上帝的囝。那用咱的话来讲吼，咱现在在兄弟200几位，你我大家吼，离肉体的血缘是无关系的吼。吼，当然有共工作啊，迄拢有加减。啊，当然 DNA 啦验落去吼，基因啦验去，加减拢有牵连啦吼。啊，我有一个较早的会友吼，是出名的血液专家吼，叫做林玛丽教授啊。伊专门咧研究咱人的血啊，研究讲啊，你的血缘，你的线索伫倒位？啊，讲咱是对越南啊，对芬兰迄边啊，啥回来？讲有咱台湾人嘛有人迄个非洲的基因呢，啊嘛有印度的基因，啊讲啊这对倒来安尼哦。迄历史咧演变起来足趣味啦，足趣味啦。啊，这血液方面会当研究无毋对，但是基督徒所领受的是即个什么呢？应该是讲个属灵的血缘啦。啊，你我大家迄血缘，毋是肉体的血缘，是迄个属灵的血缘。你我就是当做一家人，是因为圣神甲咱牵做伙，互咱进入到上帝家，当做一家人。啊，这是何等的宝贵吼！啊，第4项，因为咱已经领受这个囝儿的身份啦，吼，已经领受这个囝儿的身份，所以呢，咱就是甲主相甲分担基督的苦难，啊嘛甲伊分享伊的荣耀。意思是安尼，耶稣这个代笔设下这个基所带来的新的属灵的国的官兵。医治甲拯救，因为圣神的结连，就你我大家拢有份啊！啊，所以今仔日咱要欢迎，咱咧听候主降生，一面咱是先欢喜来接纳，吼，第一场有3位，第二场较济，这兄弟要进入到主的家内的人，咱大家彼此称呼兄弟姊妹，伫主的厅内面，成做一家人，这是何等的奇妙啦！吼，你若静静啊，落去想，迄个是安尼奥妙，阁真宝贵的。啊，所以第一场有3位兄弟要受洗，啊，我要用这首诗歌，咱拢成做一家人，因为咱耶稣，咱成做神的上帝囝儿，来成做咱一个回应吼。啊，这个诗词我来做读一遍，527首讲。咱拢成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成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咱成做一个上帝百姓。伊讲，因为耶稣成做圣，因为耶稣入光明，因为耶稣咱有过活的人生，欢喜享受主活命，欢喜结连伫主听。因为耶稣丰盛产业主事定，用这个歌词，成做咱新的家内的人，吼，恁。进入到咱这个家，事实也同款，要招呼咱在座兄弟姊妹，有的是安尼几啊10档的会友，有的是对细汉就是会友，就是基督徒。请你会记得，咱因为耶稣这个拯救，这个活命，圣神来印证，咱是上帝的囝。上帝的神甲咱的神做伙来证明，咱伫主内是上帝的后事，咱能继承，伊讲是咱能继承哦，吼。拄则迄个经节真宝贵啊，有3句吼，拢咧讲继承。第16节讲，圣神本身甲咱的神做伙各作证，讲咱是上帝的囝。既然咱是上帝的囝，就是继承人，是上帝继承人，是甲耶稣基督并列做继承人，3边的继承人。兄弟姊妹，你是有这个福分的。是咧继承这个属灵拯救的遗产的，小等咱要领受圣餐，就是要甲你是继承人这个身份，甲掠条条。感谢主，互咱这个福分伫这开讲节，做伙享受这个上大美好、诉所想救恩的宴席。我要请司琴甲咱起音，咱来唱第1节就好吼。第1节来唱这条，啊，咱拢成做一家人。所以来吟第1节就好。拢成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成做一家人，因为耶稣，
因为耶稣正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正做神，因为耶稣入光明，因为耶稣咱有过活的人生。你给留住我命，你给连地主听，因为耶稣咱得的做事定，欢喜享受，欢喜享受主我命，欢喜给连地主听，因为耶稣奉献产业做事定。哈利路亚，感谢主！通过这条诗歌，互咱印证圣经所记载，咱因为主耶稣，咱做领受这个宝贵的产业。咱大家来祈祷，然后咱要先来做洗礼，搁来是圣餐，咱做享受这个上帝祝福。咱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互阮这个福分真做主内一家的人，这是上帝奇妙的听，互阮领受这款的恩典、保守甲祝福。主啊！要是做上帝儿女，是非常宝贵的，因为这个宝贵在于耶稣基督的牺牲，在于耶稣基督的拯救，在于阮儿子主降生所带来改变。儿女的身份，不是只干一个挂名的身份，是享受属灵的资产。阮大家拢要做继承人，甲耶稣基督共领受这个祝福，这款的宝贵。主啊，愿阮确认这款的身份，一生行伫恩典的道路。感谢你，愿你赐福阮今仔日的礼食，归荣光伫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感谢主，咱。